国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联合国第13个时阵表示，因的维和部队伫咧黎巴嫩南部一个基地，有以色列的战车冲入去，也搁射炮弹。以色列讲是受到真主党的攻击，为着要安抚受伤的人离开，才会来射烟雾弹。同一天，以色列中部的城市去互真主党无人机攻击，造成至少67个人受伤。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13米岸空袭警报响，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。就伫美国宣布将会对以色列部署一套散着反飞弹系统，来协助防御，敢若是有伊朗暗中协助的飞弹攻击。真主党的动作是更加大，讲进前对以色列中部本雅米纳市的无人机攻击是因做的。这边攻击造成真侪人受伤，是双方冲突真严重的一边。 פגיעת כטב"ם גרמה לנפגעי גם הדף וגם רסס רב שהיה. 向对方保护，对方ក៏保護回來。中東的戰會即馬是無盡邦一直在循環。聯合國以維持和平為宗旨的維和部隊，因的基地自頂禮拜和以色列連續幾多天攻擊了後，13個被掃掉。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講，迄天透早有2台以色列坦克衝破基地大門，強要入去，離開了後，一個伫100公尺外發射炮彈。 規個基地攏全因聯合國嘅人身體無爽快，以色列講是有伊朗佇咧背後支持真主黨反戰分子，向以色列軍隊發射反坦克飛彈，造成人員受傷。攻擊嘅地點離維和部隊正晚，放煙是要安撫受傷嘅人撤離。納坦雅胡向古特雷斯話話 ：Mr. Secretary General, get the UNIFIL forces out of harm's way. It should be done right now, immediately.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講，攻擊維和部隊違反國際法，可能構成戰爭罪。維和部隊派駐佇咧當地差不多1萬人，伊他哋有1000多位士兵，是上大派遣國之一。法國、西班牙也有成員對以色列的攻擊共聲譴責。維和部隊1978年伫黎巴嫩南部成立，這個地區經歷過幾多10年的衝突。以色列1982年入侵佔領黎巴嫩南部，一直到2000年，2006年國際這邊甲真主黨展開5禮拜戰爭，要佇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監督之下停火。以色列官員講，2006年決議，除了黎巴嫩國軍武器以外，袂當有其他的軍隊部署。不過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無照約束做。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。